TG 2007史记卷113列传53南越列传南越王一位佗者，二真定人也，三姓赵氏，秦时以并天下，略定阳越，四至桂林五南海象郡，六以折七喜名，与越杂，处13岁，巴佗。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，九至20时，南海尉，时任萧11并且死。赵龙川令赵佗与曰闻陈胜等作乱，秦谓无道，天下苦之。项羽、刘季、陈胜、吴广等州郡各共新军据。西虎争天下，中国扰乱，为之所安。豪杰叛秦相立，南海僻远，吾恐道兵侵地至此，吾欲兴兵绝兴道。12自备，待诸侯变，会并甚，且番禺复山险，阻南海，东西数千里，颇有中国人相辅，此亦一州之主也，可以立国。郡中常立无足与言者，故召公告之，即备佗书。13行南海卫士。14萧死，佗即移袭告衡浦。15阳山。16黄溪。17关曰道，兵且至，即决道据兵自守，应稍以法诛秦所至常例，以其党，未驾守。18秦已破灭，佗即疾并桂林象郡，自立为南越武王。19高帝已定天下，为中国劳苦，故视佗伏诛。汉11年，潜入，贾因立佗为南越王，与剖服通使，合及100越，吴为南边患害，与长沙接近，驻以正义都广州南海县。TG 2008注二所引谓他，谓官也，他名也，姓赵，他因图何反？又13州纪云大郡曰守，小郡曰魏。注3所引为昭曰故郡名，后更魏县，在常山。注4即解张燕曰扬州之南越也。所引按战国策云，吴起魏楚收阳越，正义下于九州本属扬州，故云阳越。注5所引按地理志武帝更名玉林。注6所引按本纪始皇33年略录梁地，以为南海贵临象郡，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日南。注7所引因直葛反。注8即解徐广曰秦并天下，至20元年13年，并天下8岁，乃平越地，至20元年6年耳。注9所引地理志县名，属南海也。正义言师古云龙川，南海县也，即今之浔州也。裴氏广州纪云本博罗县之东乡，有龙川地而出，即血流泉，因以为号也。注10即解徐广曰尔时魏延东魏也。注11所引武刀反。注12所引按苏凌云秦所通越道。注13即解为昭曰备之以书，因光备之备，所引为昭云备之以书，因皮亦反。注14所引伏前云萧诈作诏书，始为南海尉。注15所引按南康纪云南野县大余岭30里至衡浦，有秦时官，其下位魏塞上。注16所引姚氏案地理志云揭阳有阳山县，今此县上流柏，余里有其田岭，当是阳山关。注17即解徐广曰在贵阳，通四会也。所引聂西邹是刘氏本并作聂，因年节反。汉书作黄溪，因黄。又为清传南越船云出贵阳，下黄水是也。而遥察云 TG 2009
史记作聂，今本作黄。聂及黄不同，良由随文则者改，故也。水津云韩会县南有会浦关，谓之孰是？然邹旦作聂，汉书作黄，盖尽于古。注18所引案为他立其所亲党魏郡县之职或驾守。注19即解为昭曰，生以五位号，不积于古也。高后时，有司请进南越官试铁器，佗曰：高帝立我。通史物，今高后听谗臣，别意蛮夷，隔绝器物，此必长沙王继也。欲以中国，即灭南越而并王之，自谓公也。于是佗乃自尊号，为南越武帝，发兵攻长沙边邑，败数县而去焉。高后遣将军龙、绿侯陈一往击之，会蜀师，士卒大邑，兵不能逾领。2岁余，高后崩，即罢兵。佗因此以兵威边，财物路以闽越西欧洛，亦属焉。3东西万余里，乃成黄屋左道，称制，与中国谋。注意所引为昭云、信州、龙绿、县名，属河内，阴陵驴，2阴。注2所引案，此岭即阳山岭。注3即解汉书音译曰洛岳也。所引邹氏云又有洛岳。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洛田，养潮水上下，人食其田，名为洛人。有洛王洛侯，诸县自名为洛江。同应亲授，即今之令常也。后蜀王子将兵讨洛侯，自称为安阳王，至丰西县。后南越王为他攻破安阳王，令20点主交趾9真，2郡人，寻死洛及欧洛也。即孝文帝元年，出政府天下，使告诸侯4夷从代来即位邑，欲胜的焉，乃为佗亲夷在真定，至守邑，岁时奉祀，召其从昆帝，尊官后赐宠之。赵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，平言好治路。甲先帝时袭使南越，乃赵甲以为太中大夫、王使，因让佗自立魏帝，曾无一介之使报者。陆贾至南越，王慎 TG 2001时，孔魏书谢，称曰蛮夷大长老夫陈佗。前日高后各诣南越，窃疑长沙王谗臣，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，绝烧先人仪，已故，自弃，犯长沙边境，且南方卑师，蛮夷忠贤，其东闽越千人兮，号称王。其西欧洛裸国一役称王。老臣望窃帝号，聊以自娱，岂敢以闻天王哉？乃顿首谢，愿常为凡臣，奉贡职。于是乃下令国中曰：吾闻两雄不俱力，两贤不并事。皇帝贤天子也。自今以后，去地至黄屋左道。陆贾还报，孝文帝大说，遂至孝景时，称臣，使人朝请。然南越其居国妾如故号名。其始天子，称王朝命如诸侯。至建元4年卒。注意所引杨国，因何寡反，杨陆行也。佗孙胡为南越王，亦此使闽越王引新兵及南越边邑。胡使人上书曰：两越俱为凡臣，吾得善新兵相攻击。今闽越新兵，亲臣，臣不敢兴兵，唯天子召之。于是天子多南越邑，守职曰：魏兴师，前两将军2王讨闽越，兵未于岭。闽越王帝于善杀营以降，于是罢兵。注意即解徐广曰：
皇甫密曰：越王赵佗以建元4年卒。2. 时汉兴70年，佗盖100岁矣。祝二所引王挥韩安国。天子使庄助往欲议南越王。胡顿首曰：天子乃未臣兴兵。陶敏曰：死无以报的。遣太子因其入宿卫。魏助曰：国兴被寇，使者行矣。胡方日夜庄入见天子。助去后，其大臣见胡曰：汉兴兵诸尹，一行以惊动南越，且先王习言，是天子其无失礼，要之不可以说好与入见，一入见则不得复归，亡国之事也。于是胡称病，竟不入见。后时 TG 2011余岁，胡时病甚，太子因其请归。胡薨，是谓文王。注意所引越好与入见。越，汉书作处，为昭云右处。好语，因其代立，即藏其先武帝喜。亦因其入宿未在长安时，娶邯郸纠氏女，2生子兴，3即位。尚书请立纠氏女为后。兴未嗣，汉数使使者封御殷齐，因其上乐善杀生字，具入见，要用汉法，比内诸侯，故称病，虽不入见。遣子赐公入宿卫，因其薨，是谓明王。注意所引李其云去其见号。祝二所引矫氏女，矫既就反，矫幸出邯郸。祝3即解徐广曰：一作典。太子兴代立，其母为太后，太后自谓魏因其姬时，常与罢。邻人安国少记一通，即因其薨后，元鼎4年，汉使安国少记往豫王王太后矣。入朝，比内诸侯，令便是见大夫中军等宣其辞，勇士魏臣等府。其缺2位魏陆伯的将兵屯贵阳。待使者，王年少，太后中国人也，常与安国少记通。其使父私焉，国人颇知之，多不复太后。太后恐乱起，意欲以汉威，数劝王及偶臣求内属，即因使者上书，请比内诸侯3岁一朝，除边关。于是天子许之。4. 其丞相吕嘉营印，及内史中尉太傅印，余德自治，除其故，秦一行，用汉法，比内诸侯，使者皆留田辅之。王太后敕，置行庄重机，未入朝具，注意所引安国，信也，少记名也。祝2即解徐广曰：一作绝。TG 2012其乡吕家年长矣，乡3王，宗族官氏未尝立者70余人。南晋上王女，女晋嫁王子兄弟宗室，及苍梧秦王有怜，一其居，国中甚重，越人信之，多为耳目者，得悉心欲于王。王之上书，数见指王，王弗听，有叛心，数称病不见汉使者，使者皆住一家，是谓能诛。王太后亦恐家等先事发，乃置酒，借汉使者权，2谋诛家等。使者皆东乡，太后南乡，王北乡，乡家大臣皆西乡。是作饮，家地未疆，将卒居宫外。9行，太后谓家曰：南越内属，国之利也，而乡君苦不便者，何也？以激怒使者，使者狐疑相仗，遂莫敢发。家见耳目非，是即起而出。太后怒，欲葱家3以矛。王指太后，家遂出，分其地兵就舍。4称病，不肯见王及使者，
乃因与大臣作乱，王肃无益诸家，家知之，以故数月不发。太后有淫行，国人不复，欲毒诸家等，力又不能。注意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：苍梧越中王自名魏秦王，连亲婚也。所引案苍梧越中王自名魏秦王，即下赵光氏也。故云有连，连者联姻也。赵与秦同姓，故称秦王。注两集解为昭曰：是使者未戒纣也。所引为昭曰：是使者未戒纣，至凌云戒者因也。欲因使者全诸吕家，然二家之说皆通。为昭以戒魏氏，戒者贤也，以言贤士汉使者之权，亦即得。云是未戒纣，则非也。于习以戒魏婴，亦有所由。按戒者，宾主所由也。注三集解为昭曰：聪壮也。所引为昭云：聪壮也。按自临七凶反，又吴王辟传聪杀吴王，与此同。注四所引分地兵就舍，按未分取其兵也。汉书作戒，戒备也，是也。天子闻家不听王，王太后若孤不能治，使者却无决。TG 2013。又以为王太后以复汉，独吕家未乱，不足以兴兵。御史庄参以2000人往使，参曰：宜好往，数人足矣；宜无往，2000人无足以为也。此不可。天子罢参也。甲乙壮士故计北相韩。千秋愤曰：以区区之月，又有王太后应，独乡吕家未害，愿得勇士200人，必斩家以报。于是天子遣千秋二与王太后，帝纠乐将2000人往，入越境。吕家等乃遂反。下令国中曰：王年少，太后中国人也，又与使者乱，专欲内属，尽持先王。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，多从人，行至长安，鲁卖以为同仆，取自托一时之力，无故赵氏社稷，为万世律计之意，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，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。立明王长南越妻子沭阳侯3建得魏王，而韩千秋兵入，破数小邑。其后越直开道给食，魏至番禺40里，遂灭之。使人韩封汉使者节制塞上，四好魏慢辞谢罪，发兵守，要害楚。于是天子曰：韩千秋虽无成功，亦君封之冠。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，武纠乐，其姐为王太后，守院属汉。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。六乃下赦曰：天子为诸侯立政，击臣部，讨贼。今吕家建德等反，自立晏如，令罪人及江淮以南7楼船，10万师8王讨之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：现属颍川，因古洽反，所引如纯云。甲县名在颍州，正义今汝州夹城县。注两集解徐广曰：魏校尉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元鼎4年，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，所引为昭云汉所封。按功臣表，沭阳属下邳。注四所引韩封汉使节制塞上。按南康记以为大禹明塞。TG 2014。上也。注五所引按功臣表，成安属夹。注六所引按龙亢属谯国。汉书作龙侯，服前因教，尽着云谷龙字。
注7集解徐广曰：淮。一作会也。注8集解应少曰：时欲极月，非水不至，故作大船。船上失楼，故号曰楼船也。元鼎5年秋，魏陆伯的魏伏波将军出贵阳，下会水，一主角东魏杨仆魏楼船将军出豫章，下横浦，故归义越侯2人2魏歌船下立将军。3出零陵，或下澧水，4或抵苍梧，使持一侯5因巴蜀罪人，发夜郎兵。6下臧柯江，7贤会番禺。注1集解徐广曰：一作黄。因按地理制曰贵阳，有会水，通4会，或作淮字，所引流士云会当作黄。汉书云下黄水，或本作匡。注2集解张燕曰：故越人，将魏侯。注3集解徐广曰：立。一作赖。因按张燕曰：越人于水中负人船，又有蛟龙之害，故置歌于船下，因以为名也。应少曰：赖，水流涉上也。赞曰：伍子胥书有歌船，以载干戈，因谓之歌船也。注4集解徐广曰：在零陵，通广信，正义地理至云林。临县有澧水，东至广信入玉林，980里。注5集解徐广曰：越人也，名夷。注6正义曲周协州以南是夜郎国。注7正义将出南角外，东通4会，至番禺入海也。元鼎6年冬，楼船将军将金卒先县巡陕，一破石门，2得，越船速，因推而前，错越风，以数万人待伏波。伏波将军将罪。PG 2015人，道远，会其后，与楼船会乃有1000余人，遂俱进，楼船居前，至番禺，见得家皆成守，楼船自责便处，居东南面，伏波居西北面，会幕，楼船攻败越人，纵火烧城。越素闻伏波名，日暮不知其兵多少。伏波乃未营，遣使者招降者，四应，复纵，令相招。楼船立功烧敌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，诳旦3城中街，降伏波。吕家见得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，以船西去。伏波又因问所得将者贵人，以知吕家所知，遣人追之，以其故校，为司马苏弘的建德，封为海长侯。4月郎武都击6的家，封为临蔡侯。7注意所引姚氏云：巡陕在始兴西300里，晋连口也。注2所引案广州记在番禺县北30里。袭吕家据汉，积石镇江，名曰石门，又俗云石门水名曰滩泉。引之则令人变，故无引之至石门，浊水饮，乃谓之歌云也。注3集解徐广曰：吕进云诳，节也，因利西反，节由连及代至也。汉书诳旦谓迟旦，未代名也，所引。邹氏云诳，一作比，比因必至反，然诳即比义，又解诳，黑也。天未明上黑时也。汉书亦作时明，时因至，时代也，一诳之意也。注4集解徐广曰：在东来。注5集解徐广曰：南越之郎官。注6集解徐广曰：表曰孙都。注7所引案表属河内。苍梧王赵光者，越王同姓，闻汉兵至，及越揭阳令定一字，定属汉。越桂林监居翁2与欧洛属汉，3阶的魏侯。
四歌传，夏历将军兵及持一侯所发夜郎兵未下。南越已平矣，遂魏九郡。PG 2016。五伏波将军一封。楼传将军兵以县兼魏江梁侯。注意集解为昭曰皆因其事反。所引地理志皆阳县属。南海皆因节，为昭因其事反。刘氏因求力反，定者令之名也。按汉功臣表云定皆阳令，亦又别也。注两集解汉书音译曰桂林郡中间，姓居名翁也。注三所引按汉书，欧洛30余万口将汉。注四所引按汉书云光文汉兵制，将封为隋陶侯，皆阳令始定为安道侯。越江必取为辽侯。桂林监居翁为襄城侯，为昭云襄城属堵阳。隋陶安道辽三县皆属南阳。辽因辽也。注五集解徐广曰丹耳、朱崖、南海、苍梧、九真、玉林、日南、合浦、交趾所引徐广皆据汉书未说。自魏陀出王后，武氏93岁而国亡焉。太史公曰魏陀之王，本由任萧，遭汉初定，列为诸侯，龙律离失邑。陀得以一交，欧洛相攻，南越动摇，汉兵临近，因其入朝，其后亡国，征自纠女，吕家小中，令陀无后。楼传，从玉，代奥失祸，伏波困穷，志虑欲直，因祸未服，成败之转，譬若鸠末，所引数赞中原路走，偶熊末至，汉室西趋，越权南邑，陆贾逞说，为他去地，落后内朝，吕家郎吏，君臣不协，卒从，角斗。PG 2017。史记卷114。列传54东越列传。闽越一王吴诸及越东海王姚者，其先皆越王巨建之后也。姓邹氏，二秦以并天下，皆废魏君长，以其地位闽中郡。三级，诸侯叛秦，吴诸姚虑越归鄱阳令吴瑞，所谓鄱君者也。从诸侯灭秦，当世之时，项籍主命，福王，嗣以故不复楚。汉及项及吴诸姚虑越人左汉。汉5年，复立吴诸为闽越王。王闽，中故地，都东也。孝惠3年，举高帝10月公，曰闽君姚公多，其民变富，乃立姚为东海王。武都东欧，六世俗号为东欧王。注意集解为昭曰闽因五经反。东越之别名，所引按说文云闽，东越蛇种也，故自从虫。闽因名。注两集解徐广曰邹，一作洛，所引徐广云一作洛，世上云欧洛，不姓邹。注三集解徐广曰今建安侯官氏，所引徐广云本建安侯官氏，按为闽州，按下文都东也。为昭以为在侯官，正义今闽州又改为府也。注四集解汉书音译曰主号令诸侯，不王吴诸姚等。注五集解应少曰在吴郡东南滨海云。注六集解徐广曰今之永宁也，所引为昭曰今永宁。姚氏云欧，水名，永嘉记水出永宁山。行3 PG 2018。10余里，去郡城5里入江，昔有东欧王都城，有亭，积石未到，今犹在也。后数世，
至孝景3年，吴王必反，欲从闽越，闽越未肯行。独东欧从吴，及吴破，东欧受汉构，杀吴王丹徒，以故皆的部。诸归国，吴王子子居王走闽越，愿东欧杀其父，常劝闽越及东欧。至建元3年，闽越发兵为东欧，东欧时进，混，且将，乃使人告急天子。天子问太尉田汾，汾对曰：越人相攻击，故其长，又数反复，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。自秦时弃服属。于是中大夫庄祝诘汾曰：特换力弗能救，得弗能复，诚能，何故弃之？且秦举咸阳而弃之，何乃越也？今小国已穷困，来告急天子，天子扶正，彼当安所告诉？又何以子万国乎？上曰：太尉未足与计，吾出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，乃遣庄祝以节发兵会稽。会稽太守欲拒不为发兵，祝乃斩。议司马欲议止，遂发兵伏海救东欧。未至，闽越引兵而去。东欧秦举国喜中国，乃西举西来，楚江淮之咸。一注意及解徐广曰：年表云东欧王广武侯望，虑其西4万，余人来将，加庐将军。所引徐广据年表而未说。至建元6年，闽越及南越，南越守天子曰：不敢擅发兵急，而以闻。上遣大行王徽出豫章，大农韩安国出会稽，皆为将军，兵位于岭。闽越王引发兵拒险，其弟于善乃与襄宗族谋曰：王以善发兵及南越，不请，故天子兵来诛。今汉兵西强，今即幸胜之，后来益多，终灭国而止。今杀王以谢天子，天子听。TG 2019罢兵，故意国完，不听，乃力战，不生，及王入海，皆曰善，即聪意杀王，使奉其头至大行。大行曰：所谓来者，诸王。今王头至，谢罪，不战而云。二力莫大焉，乃以便夷，按兵告大农军，而使奉王头持报天子。赵霸2将兵，曰：尹等首恶，独吴诸孙由军丑3不与谋焉。乃使郎中将立丑位，越游王，奉闽越先祭祀。注意所引刘氏右阴疮，聪壮也。注2集解徐广曰：汉书作允，云亦当取云除，或言云因于焚反，此楚人生重耳。允当同音，但自有假借，生有轻重，所引云因云楚也。汉书作允，因于焚反。注3所引由阴爻，一号也。丑明，于善以杀隐，威行于国，国民多属，窃自立为王，由王不能矫其西持政。天子闻之，谓于善不足复兴师，曰：于善术，于隐谋乱，而后守诸隐，失得不牢，因立于善为东越王，与游王并处。至元鼎5年，南越反，东越王于善上书，请以卒8000人从。楼船将军及吕嘉等，兵至揭阳，以海风波未解，不行，持两端，因使南越，及汉破番禺，不至。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上书，愿便引兵及东越。上曰：士卒劳倦，不许。罢兵，令诸校屯豫章每领待命。
一、注意集解徐广曰，在会稽界，所引案徐广云在会稽，非也。今案豫章30里有梅岭，在红崖山足，当古驿道，此文云豫章梅岭，知非会稽也。TG 2020，正义扩地志云，梅岭在乾化县东北128里，黔州，汉义属豫章郡。二所未详。元鼎6年秋，于善闻楼船请诛之，汉兵临近，且往，乃遂反，发兵据汉道。号将军邹立等未吞汉将军，入白沙5陵一梅岭，杀汉3校尉。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池2江屯，弗敢急，却就便处，皆作魏诺诸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，在豫章界，所引徐广云在豫章界，按今豫章北200里，皆鄱阳界，地名白沙，有小水入湖，名曰白沙坑。东南80里有五羊亭，亭东南30里地名武陵，此白沙武陵。今当闽越入京道。注两集解徐广曰，城阳贡王子，于善克武帝喜自立，诈其名，谓妄言。天子遣横海江，军函说出巨章，一浮海从东方往，楼船将军杨仆出武陵，中尉王温书出梅岭，越侯魏歌船下赖将军，出若协2白沙。3元丰元年冬，咸入东越，东越速发兵拒险，使训北将军守武陵，败楼船军数校尉，杀常吏。楼船将军率钱塘元中谷4斩训北将军，为豫而侯。武自兵未往，注意所引正是阴沟，会稽县也。正义据章故城在越州茂县西100里，汉县。注2所引案姚氏云地名。今缺。注3正义越州有若耶山、若耶溪、若如一。豫州有白沙山，盖从如此斜。白沙东故闽州。注4正义钱塘，杭州县。人，姓，钟古，名。注5集解汉书音译曰，今无南亭是也。正义豫字，今作禹，禹儿乡在苏州嘉兴县南70里，临关道也。TG 2021，故越眼侯吴阳前在汉，汉使归豫于善，于善服听，及横海，将军先至，越眼侯吴阳以其役700人反，攻越军于汉阳，从见，成侯敖，亦与其律。从游王居谷谋曰，于善守恶，解守吴蜀。今汉兵至，西强，既杀于善，自归珠江。倘信得脱，乃遂拒杀于善，以其西将横海将军，故封游王居谷为东城侯2万户，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。3封越眼侯吴阳为北石侯，封横海将军说为暗道侯，封横海校尉服为辽阴城阳贡王子，故为海长侯。做法师侯，就从军无功，以宗室故侯。诸将皆无成功，莫封。东越将多军。武汉兵至，弃其军将，封为无袭侯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，益东越臣。注2所引为昭曰，在九江。注3所引徐广云敖，东越臣，为昭云开陵属临淮。注4集解汉书音译曰，阴辽营。所引伏前云阴荣县名。刘伯庄云辽阴辽，下阴于营反，城阳王子也。
注五集解汉书音译曰多君，名也。所引李其云：多君，名为昭云，多姓君，名也。于是天子曰东岳遐多祖，闽越汉，数反复。赵君立皆将齐，民袭楚江淮咸。东岳帝遂虚。太史公曰：越虽蛮夷，其先岂常有大功的于民哉？何其久也！历数代常为君王，具见义称伯。然于善治大逆，灭国迁徙，其先苗裔游王居谷等由上封为万户侯。由此之越世事为公侯矣。盖与之于列也。所引数赞具见之意，是曰吴诸，既袭汉宠，时因勤于 PG 2022。邹洛魏姓，闽中世居，王尧之立，原楚东隅，后嗣不到。4. 相诸除 PG 2023。史记卷115列传55朝鲜列传。集解张燕曰：朝鲜有湿水、烈水、善水。三水何谓烈水？夷勒浪朝鲜取名于此也。所引按朝阴朝，直交反，先阴，先已有善水，故名也。善亦阴善，朝鲜一王满者，故燕人也。二字使全燕13常略属真藩。4. 朝鲜。5. 魏智利，驻张塞，秦灭燕，属辽东外角。汉兴，魏，其远南守，复修辽东固塞，至沛水未界。6. 属燕，燕王卢绾反，入匈奴，满亡命，7巨党1000余人，颓结蛮夷伏而东走出塞，渡沛水，居秦故空地上下章。8. 稍邑属真藩，朝鲜蛮夷及故燕，其亡命者亡之，都王显。9. 注以正义朝鲜2阴，扩地至云高黎都平壤城，本汉乐，浪郡王显城，右古云朝鲜地也。注2所引按汉书，满燕人，姓魏，即破朝鲜而自亡之。注3所引使全燕时，为6国燕方全盛之时。注4集解徐广曰：一作末，辽东有藩汉县，藩阴浦，韩反，所引徐是据地理志而知也。藩阴潘，又阴盘，汉阴韩。注5所引如纯云：燕常略2国夷属己也。应少云：玄兔本真藩国。注6集解汉书音译曰：配音傍配反，所引配音旁配反。PG 2024。正义地理志云沛水出辽东塞外，西南至勒浪县西入海，沛浦大，反。注7正义命谓教令。注8所引按地理志勒浪有云章。注9集解徐广曰：昌黎有显独县也。所引为昭云谷，一名。徐广曰：昌黎有显独县。应少注地理志辽东显独县。朝鲜王旧都，臣赞云王显城在勒浪郡沛水之东也。会孝会高后时天下初定，辽东太守即曰满魏外臣，保塞外蛮夷，无使道边。诸蛮夷君常欲入见天子，勿得禁止，以闻，上许之。以故满的兵威财物轻降其旁小邑，真藩临屯邑皆来服属，方数千里。2. 注意所引东夷小国，后以为郡。注2正义扩地至云朝鲜高黎莫东沃举5国之地，国东西1300里，南北2000里，在京师东，东至大海400里，北至瀛州界920里，南至新罗国600里，北至漠河国1400里。
传子至孙右渠，一所右汉王人资多，又未常入见，征藩旁。西国御尚书见天子，又永焉不通。元丰2年，汉使设河桥御2，右渠终不肯奉诏，何去至界上，临沛水，使欲刺杀宋何者3。朝鲜必王长4极度，时入塞，5岁归报天子曰：杀朝鲜将，上谓其名美。6极不节，拜河为辽东东部都尉。7朝鲜愿和，发兵袭攻沙河。注一正义其孙明也。注2所引说文云：乔让也，玉小也，乔因才效反。PG 2025。注3所引及宋何之狱也。注4正义言师古云：长者，必王名也。宋何至沛水，何因刺杀也。按必王及将士长，恐言非也。注5正义入平州榆林关也。注6所引有沙江之美名。注7正义地理至云辽东郡5次县，东部都尉所理也。天子慕罪人及朝鲜。其秋，遣楼船将军杨仆纵其伏渤海，兵5万人。左将军荀至出辽东，讨右渠。右渠发兵拒险。左将军卒正多虑辽东兵先纵，败散，多还走，作法斩。楼船将军将其兵7000人先至王险。右渠城守，窥知楼船军少，即出城击楼船，楼船军败散走。将军杨仆失其西，遁山中10余日，稍求收，散卒，复聚。左将军及朝鲜沛水西军，未能破自前。天子谓两将未有力，乃使魏山阴兵威往御右渠。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将，恐两将诈杀臣。今见信节，请伏将。遣太子入谢，谢马5000匹，即馈军粮，人息万余，食兵，方渡沛水。使者及左将军疑其未变，谓太子以伏将，宜命人无持兵。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，遂不渡沛水，复引归。山还报天子。天子诛山。左将军破沛水上军，乃前至城下，围其西北。楼船一往，会居城南。右渠遂坚守城，数月未能下。左将军宿侍中，幸江晏带卒。汉乘胜，军多骄，楼船将其卒，入海，故以多败亡。其先与右渠战，因入王卒，卒皆恐将新年，其为右渠，常持和节。左将军即击之。朝鲜大臣乃因贤使人私约将楼船，往来言，尚未肯决。左将军数与楼船齐战，楼船欲急救其曰：不会。左将军亦使人求贤系降下朝鲜，朝鲜不肯，心腹楼船以故两将，不相能。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，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。PG 2026。疑其有反计，未敢发。天子曰：将虑不能。前即乃使魏山，欲将右渠。右渠遣太子，山使不能团决，与左将军计相误，卒。举曰：今两将围城，又关邑，一故久不决。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征正之，有便宜的以从事。遂至，左将军曰：朝鲜当下久矣，不下者有状。言楼传述其不会，据以诉所议告遂。
曰：今如此不取，恐为大害，非独楼船，又且与朝鲜共灭吴军，遂亦以为然，而以节赵楼。传将军入左将军营记事，即命左将军麾下直捕楼传将军，并其军，以报天子。天子诛遂，左将军以并两军，及朝鲜。朝鲜乡路人相韩英弥西乡参将军王甲义相与谋曰：使欲将楼船。楼船今直，独左将军并将，战役急，恐不能与战，王又不肯降。因甲路人皆亡将汉，路人到死。元丰3年夏，倪西乡参乃使人杀朝，先王右渠来降，王显城未下，故右渠之大臣程嗣又反，复攻立。左将军使右渠子长将二乡路人之子罪3告谕其名。诛程嗣，以故遂定朝鲜，魏4郡，嗣封参魏化清侯，武应为敌居侯。6. 甲为平州侯妻，长将为己侯。8罪以父死颇有功，为温阳侯。9. 注意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：凡5人也，戎狄不知官纪，故皆称乡。甲因甲，所引应少云：凡5人，戎狄不知官纪，故皆称乡也。路人，渔阳县人，如纯云。乡，齐国宰相。路人，名也。甲因甲，亦因邪。注两集解徐广曰：表云长路，汉书表云长眉。因各，所引按汉书表云长眉。因各，注3所引路人子也。名罪。注4集解真番，临屯、乐浪、玄兔也。TG 2027。注5集解为昭曰：属齐，所引参，化清侯，为昭云县，名属齐，故事化阴祸。注6集解为昭曰：属渤海，所引因，狄居侯，晋卓云，属渤海，狄因狄，居因子于反。注7集解为昭曰：属梁父，所引甲，平州侯，为昭云，属梁父。注8集解为昭曰：属河东，所引长，己侯，为昭云，县名，属河东。注9集解为昭曰：属齐，所引罪，聂阳侯，为昭云，属齐也。左将军征至，坐征攻相及，乖纪，气势。楼传将军亦作兵，至裂口，亦当代左将军。善先纵，失亡多，当诛。孰谓数人？注意所引苏陵曰：县名。渡海先得之。太史公曰：右渠复故，国以绝嗣，设河乌宫，为兵发守。楼传江峡，一及南离旧，毁师番禺，乃反建夷，寻至征劳，与遂皆诛。两军俱入，将虑莫侯矣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：言其所将卒狭少，所引数赞未满燕人。朝鲜是王，王显至都，路人坐乡，右渠手插，涉河阴上，赵获自私，狐疑二江，山遂伏法，分云无状。TG 2028。史记卷116，列传56西南夷列传。西南夷军常役以神数，两叶狼最大，三齐西米末四之属5，以神数，滇最大。六字滇以北军常以神数，穷都最大，此皆颓节。七耕田，有一句，其外西自同师以东，八北至叠余，九名未归昆明，十街边发，随序迁徙，
11无常处，无君常，地方可数千里，自归矣。东北，君常以神数，喜左都12最大，自左以东北，君常以神数，唱芒最大。13其俗或是助，或以喜，在蜀之西，自唱芒矣。东北，君常以神数，白马最大。14皆低类也，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。注一正义在蜀之南。注2所引刘氏因所据反，邹氏因所主反。注3所引荀岳云，咸为蜀国也。韦昭云，汉魏县，属臧科。按《后汉书》云夜郎东街交趾，其德在湖南。其君长本出于竹，以竹为姓也。正义今泸州南大江南岸斜州取州，本夜郎国。注4所引一艺名，滇与同姓。注5正义在蜀南以下及西也。米非在姚州北，去今西南4,935里，及米末之夷。PG 2029。注6集解如纯曰滇因滇马出其国也。所引崔颢云后魏县，越归太守所理也。正义昆州郎州等本滇国，去今西5370里也。注7所引颓，汉书作追，因直追反，节因记。注8集解为昭曰一名也，所引为昭云一名，汉书作同诗。注9集解为昭曰在益州，叠因业，所引为昭曰益州县，叠因业。正义上因业，叠则在米北100余里，汉叠于现在则西益都。米非本业于王蜀国也。注10集解徐广曰永昌有归唐县，所引崔颢云2国名，为昭云归益州县，正义归因随，今归州也。昆明，归州县，代南皆昆明之地，因名也。注11正义编，不典反，序徐右反，皆归昆明之俗也。注12集解徐广曰喜在汉家，左因左，在越归，所引。伏前云2国名，为昭云喜县属蜀，左县在越归。徐广云左因左，正义喜因思，或地质云左州本西属角外，曰猫羌归地。李志云喜县也。华阳国志亚洲邛崃山本名邛左山，故邛人左人界。注13所引案应少云问将军本唱芒，因王将反，正义。或地质云属西角外羌，茂州唱州本唱芒国地也。后汉书云唱芒其山有6夷7羌9堤，各有部落也。注14所引案一艺名，即白马堤。正义扩地质云陇右、成州5州皆白马堤，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，时楚威王时，使将军庄敲一将兵巡江上，略巴属黔中以西。庄敲者，故楚庄王苗裔也。敲至滇池，地方300里。PG 2030。二旁平地，肥饶数千里，以兵威定属楚。欲归报，会秦即夺楚。8黔中郡，道塞不通，因还，以其西往滇，便服，从其俗，以长之。秦时长鄂3略通5尺道，四诸此国颇至利焉。10余岁，秦灭，及汉兴，皆弃此国而开蜀故角。巴蜀民或窃出商贾，取其左马伯同5牦牛，以此巴蜀应付。注意所引因具着反。楚庄王帝，未到者，
正义其略反。郎周坤周集庄敲所亡。筑2所引滇池方300里，地理至益州滇池县，则在西北。后汉书云：其池水源深广，而没更浅狭，有4道流，故谓滇池。正义扩地至云：滇池则在昆州晋宁县西南30里，其水源深广而没更浅狭，有4道流，故谓滇池。筑3即解阴暗。筑4所引谓栈道广5尺。正义扩地至云：5尺道在郎州，言师古云其处险恶，故道才广5尺。如纯云道广5尺。筑5所引为昭云：国属前卫，因蒲北返。伏前云：旧京师有伯壁。正义今益州南荣州北临大山。古伯国，建元6年，大行王徽及东越。东越杀王颖以报，徽因兵危，使番阳令一唐蒙封直小南越。南越时蒙属狗将，二蒙问所从来，约到西北臧科。臧科将3广数里，出番于城下。蒙归至长安，问属贾人。贾人曰：独属出狗将，多持妾出是夜郎。夜郎者，临臧科江，江广100余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以财物易属夜郎，昔至同师，然亦不能陈实也。蒙乃上书说上曰：南越王黄屋左道，地东西万余里，名为外臣，10益州主也。今已长，沙域张网，水道多绝，难行。窃闻夜郎所有精兵，可得10余万，浮船臧科江，出其不意，此至越亦其也。诚以汉之强。8蜀之饶，通夜郎道，谓之利，益甚，上许之，乃拜蒙为郎中。PG 2031。江千人，食众万余人，似从巴蜀擢官入，遂见夜郎侯多同。蒙后赐，欲以威德，曰谓之利，使其子为令。夜郎旁小邑皆贪。汉曾伯以为汉道险，终不能有也，乃且听蒙曰：还报，乃以魏前魏郡，发巴蜀卒至道，自博道至臧科江。吴蜀人司马相如，一言西夷穷左可至郡，使相如以郎中将往遇，皆如南夷。魏至益东魏10余县，属筑一正义番阴婆。筑2即解徐广曰：狗，一作举，阴句，阴暗汉。书音译曰狗木似古树，其叶如桑叶，用其叶作酱作。美蜀人以为真味，所引举暗性浊阴举，留得云举树如桑，其针长2-3寸，未作，取其实以为酱。美又云举原树而生，非木也，今属土家出举，14桑葚，味辛似姜，不作。又云取叶，此柱又云叶似桑叶，非也。广志云色黑，味辛，下气消，骨具，求于反。筑3正义崔浩云臧科，系传义也。常侍华阳国志云：楚顷襄王时，遣庄敲伐夜郎，军至且拦，着船于岸而不战，既灭夜郎，以且拦有着船科楚，乃改其名为臧科。筑4所引岸，时获辎重车也，因驰用反。筑5所引到臧科江，崔浩云臧科，系传义也，以为地名。道由从也。地理至夜郎又有屯水，东至南海4会入海，此臧科江。当世时，巴蜀4郡一通西南一道，
数转相享，数岁，道不通，是八恶离失死者甚稀。西南夷又数反，发兵心急，耗费无功，上患之，使公孙弘往事问焉，还对言其不便。及弘为御史大夫，是时方助朔方以聚合。PG 2032，竹湖弘因数言西南夷害，可且罢，专利是匈奴，上罢西夷，独至南夷夜郎两县役都尉。二稍令前卫自保救。三注意及解徐广曰汉中八郡，广汉蜀郡。注两集解徐广曰元光6年，南夷使至游亭。注三正义令前卫自保守，而见修成其郡县也。及元寿元年，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，言居大夏时见蜀部，穷竹杖，一使问所从来，曰从东南深毒国，二可数千里，得属甲人士。或闻穷西可2000里有深毒国，千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，穆中国，患匈奴隔其道，乘通蜀，深毒国道边境，有利无害。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伯使昌吕越人等，使贤出西，夷西，只求深毒国。至滇，滇王长枪3乃留，为求到西10余倍，遂于皆避昆明，四莫能通深毒国。注意集解为昭曰穷县之竹，蜀赞曰穷山明，此竹节高10中，可作杖。注两集解徐广曰自或作竹。汉书直云深毒，是记忆本作干毒。因按汉书音译曰一名天竺，则浮屠胡氏也。所引申音捐，读音笃，一本作干读。汉书音译一名天竺也。注三集解徐广曰长，一作赏。注四集解如纯曰为昆明所必到。正义昆明在今归州南昆县是也。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属于我大，及夜郎侯亦然，以道不通故，各自以为一州主，不知汉广大。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，足是倾覆，天子注意焉。及至南越反，上使持一侯因前卫发南夷兵，且兰义军恐远。PG 2033，行庞国虏其老弱，乃与其西反，杀使者及前卫太守。汉乃发巴蜀罪人常及南越者8校尉即破之。会越已破，汉8校尉不下，即引兵还，行诸投兰，两投兰，长隔颠道者也，以平投兰。遂平南夷卫臧科郡。夜郎侯时以南越，南越以灭，会还诸反者。夜郎遂入朝，上以为夜郎王。注意所引上因子于反，小国民也。后县属臧科。注二所引及且兰也。南越破后，及汉诸且兰穷军，并杀左侯，倡芒皆震恐，请臣致力，乃以穷都尉越归郡，左都尉神蒯郡，倡芒尉汶山郡，一广汉西白马尉武都郡。注意集解应少曰今蜀郡名江。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诸南夷兵威风御滇王入朝。滇王者，其西数万人，其旁东北有劳达米莫，一皆同姓相符，未肯听。劳达米莫数侵犯使者立足。元丰2年，天子发巴蜀兵及灭劳达米莫，以兵临滇。滇王使守善，以故伏诛。滇王离南西南夷，
举国将，请致力入朝。于是以为益州郡。四滇王王印，复尝其名，注意所引劳秦米墨。二国与滇王同姓。西南夷军常以百数，独夜郎滇受王印。滇小邑，最宠焉。太史公曰：楚之先其有天禄哉？在周魏文王师，封楚，及周之衰，地称5000里。秦灭诸后，唯楚苗裔上有滇王。汉诸西南夷，国多灭矣，唯滇复魏宠王。然南夷之端，见狗将番禺，大夏丈穷竹，西 TG 2034，一后减，一票分二方，二族为7郡。3. 注意集解《汉书》音译曰阴简，所引阴简，简未被分割也。注二所引票阴痞妙反，沿西一后被简破竹，遂票居西南二方，各属郡县，票亦分邑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前魏臧科越归益州武都省，况问山地也。所引数赞西南外角，庄敲手通，汉因大夏，乃命唐蒙，劳达米墨，一俗书封，夜郎最大，穷昨称雄，及至郡县，万代推功。TG 2035，史记卷117，列传57。司马相如列传。司马相如者，蜀郡成都人也，字长卿，手时好读书，学籍，见一故其亲名之曰犬子。二相如既学。三目令相如之魏人，更名相如，以资魏郎，是孝景帝，魏武其常侍。四非其好也。会景帝不好辞赋，是时梁孝王来朝，从游说之事其人邹阳怀，因梅城吴庄季夫子武之徒，相如见而说之，因病免，客由梁。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，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，乃者子虚之。父注意所引吕氏春秋见记云：尺短入长，疏乎纵横之术也。为文典论云：与好极见，善以短成长是也。注二所引孟康云：爱而自知也。注三所引案秦密云：文翁遣相如受7金。注四所引张一曰：至600石，常侍从个猛兽。注五集解徐广曰：名记，字夫子。所引徐广郭璞阶，云名记字夫子。按邹阳传云梅先生言夫子，此则夫子是美称，时人以为号。汉书作言记者，按记本姓庄，必明帝会改姓言也。会梁孝王卒，相如归，而家贫，无以自业，素与临穷令王，即向善，即曰常清酒患犹不遂，而来过我，于是相如往。TG 2036，舍都亭，一临穷令庙未恭敬，日往朝相如，相如出上见之，后称病，使从者谢疾，即寓意谨肃。临穷中多妇人，而着王孙家，同800人，成正义数百人。二人乃相谓曰：令有贵客，未惧，召之，并诏令，令既至，着是客以百数。至日中，夜司马长卿，长卿谢病不能往，临穷令不敢长食，自往迎相如，相如不得已，强往，一坐近亲，酒酣。临穷令前奏秦曰：谢闻长卿好之，愿以自娱。相如辞谢，未古一再行。二是时着王孙有女闻君，心寡，好音，故相如庙与令相重，而以情心挑之。三相如之灵，
穷，从车骑，雍容娴雅甚兜，四极饮浊世，弄晴，闻君妾从户，窥之，心悦而好之，恐不得当也。既罢，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。逝者通殷勤，文君夜王奔相如。武相如乃与驰归成都，家居图，四壁立。六卓王孙大怒曰：女至不才，我不忍杀，不分一钱也。人或谓王孙，王孙终不听。文君久之不乐，曰：长卿，弟具如林琼，妻从昆弟嫁带犹足未生，何至自苦如此？相如与具之林琼，尽卖其车骑，买一酒舍沽酒，而令文君当卢。八，相如身自着独比昆，久与宝雍杂作，时敌弃于室中。11卓王孙，闻而耻之，谓杜门不出。昆弟诸公12更谓王孙曰：有一男两女，所不足者非才也。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，长卿故倦游。13虽贫，其人才足一也，且又令客，独奈何相入如此？卓王孙不得已，分与文君同100人，钱100万，及其价11倍财物。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，买田宅，为妇人。筑一所引案林琼郭下之庭也。筑2所引案乐府长歌行短歌行，行者曲也。此言古，一再行，谓一两曲。筑3集解郭璞曰：以情中音挑动之。所引张一云：挑，饶也，以情中饶之。挑音徒了反，饶音奴了反。其诗曰：T.G. 2037，凤兮凤兮归故乡，游遨四海求其凰。有一艳女在此堂，是耳，人遐睹我长，何由交接为鸳鸯也？又曰：凤兮凤兮从黄妻，得托子为永未妃。交情通体必和谐，终夜相从别有谁？筑4集解为昭曰：贤。独曰贤，甚得都邑之容也。郭璞曰：都有角也。诗曰：寻美且兜。筑5所引郭璞云：婚不以礼为王也。筑6集解郭璞曰：言贫穷也。所引案孔文祥云图，空也，家空无资除，但有4壁而已。云就此中以安立也。筑7所引弟如林琼，文引云：弟，且也。郭璞云：弟，与辞，如，王也。筑8集解为昭曰：卢，9四也，以土未堕，边高4卢。筑9集解为昭曰：今3尺不作形如独比矣。称此者，言其无耻也。今同应言独拗，此其类矣。筑10集解方言曰：宝雍谓之勇，奴必见称也。筑11集解为昭曰：瓦器也，美食必敌盖者。筑12集解郭璞曰：诸公，复行也。筑13集解郭璞曰：宴游患也。居久之，蜀人杨得意为苟奸。一事上，上独子虚富而善之，曰：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？得意曰：臣一人司马相如，自言为此妇。上惊，乃召问相如。相如曰：有事，然此乃诸侯之事，未足观也。请谓天子。由列父，父承奏之，上许，令上书给比札。相如以子虚，虚言也。魏楚称：2乌有先生者，3乌有此事也，谓其难。4无是公者，无是人也。明天子之意，吾故空借6此3人谓辞，以推天子诛。
侯之怨右，其族张归之于节俭，因以封建。PG 2038奏之天子，天子大说。其辞曰：注一集解郭璞曰：主列权也。注两集解郭璞曰：称说楚之美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巫，一作恶。注四集解郭璞曰：劫难楚事也。注五集解郭璞曰：以为折中之谈也。注六所引因假借，与姬同音。除使子虚始于齐，齐王西发境内之事，被车骑之西，于使者出田，田罢，子虚过陀邑乌有先生，而无事公在焉。坐定，乌有先生问曰：今日田乐乎？子虚曰：乐。或多乎？曰：少。然则何乐？曰：仆乐其。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西，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。曰：可得。闻乎？注一集解郭璞曰：差，夸也。因托下反，所引上因歌，下因雅反，夸差是也。子虚曰：可。王驾车千乘，选途万骑，田于海滨，列卒满泽，伏往弥山。一眼兔平原广泽游猎之地，饶乐若此者乎？楚王之列何于寡人？四仆下车对曰：臣楚国之鄙人也。幸得素未时有余年，时从出游，游于后园，览于有无，然犹未能昧因也。又恶足以言其外则者乎？其王曰：虽然。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。注一集解郭璞曰：夫居也。因夫正义说文云夫兔王也，今翻车疾也。弥晋也。注两集解徐广曰：临因令。因按郭璞曰：公。己卒临车吏，所引公陵，为昭云未持其义公也。司马彪曰：PG 2039公己也。说文云己，天引一公也。注三集解郭璞曰：盐浦，海边地多盐卤，鲜生肉也。然入也，因而盐反，又因而月反。入之于伦，盐而食之，物食也。因物所引理其云鲜生肉也。然如也，切生肉如盐而食之，然或味脆，与下文列歌伦脆异同也。注四集解郭璞曰：与犹如也。璞对曰：为。臣闻楚有七则，常见其一，未因其余也。臣之所见，盖特其小小者耳。一名曰云梦，二云梦者，方900里，其中有山焉。其山则盘于浮玉，龙虫绿足，层岩参差，日月必亏，三交错纠纷，上干青云，坝池啤酒，下属江河。其土则丹青折恶，四雌黄五白富，六席碧漆金银，西色炫耀，照烂龙鳞。八其十则赤玉玫瑰，九灵昆吾，十针瓮玄丽，1110 15夫，12其东则有惠普，13横兰，直若14射干，15琼琼，16菖蒲，江离迷无，诸这伯且。17其南则有平原广泽，登降9米。18岸眼潭漫。19远以大江，现以巫山。20其高造则生真方包，立。21薛沙清繁。22其碑是23则生藏浪蒹葭，东墙24雕湖。25莲藕孤庐。26安广轩域。27西勿居之，不可胜图。
28其西则有涌泉清池，积水推移，外发芙蓉灵华，内隐巨石白沙，其中则有神龟蛟、驼、29菊茂三林鳖园，其北则有阴灵31巨树，田务玉章，32桂椒33木兰，34柏梨朱杨，35扎梨引力，36菊又芬芳，37其上则有赤周渠柔，38鸢雏孔鸾，藤远射干，39其下则有白虎玄豹，万言出岸，404向野溪，41穷其蔓延，注意所引郭璞云特独也，注二所引者全因王洞反，又因莫风反，裴因云孙叔敖基，举水作此则，张一云除叟也。在南郡华容县，郭璞曰 TG 2040，江夏安陆有云梦城，南郡之江亦有云梦城，华容县又有巴丘湖，俗云及古云梦则也，则张一云在华容者，指巴湖也。今安陆东见有云梦城云梦县，而之江亦有者，盖县名取，此则故有城也。注三集解汉书音译曰高山拥壁，日月亏缺半见。所引按汉书注此卷多不提注者姓名。解者云是张一，一间有余人也。注四集解徐广曰一作侠，所引张一云者，是土出少是山，白本草云一名白鳝也。注五正义要对曰雌黄出五都山谷，与雄黄同山。注六集解徐广曰阴符，阴按汉书音译曰白腹，白石阴也，所引张一曰白石阴也。出鲁阳山，苏陵阴腹，郭璞阴符也。注七正义言云习青金也，必为玉之青白色者也。注八集解郭璞曰如龙之灵彩，注九集解郭璞曰赤玉，是锦也。见楚辞玫瑰石珠也。注十集解汉书音译曰灵球也。抹14玉者，昆吾山名也。出善经，师子曰昆吾之经者，所引昆吾司马标云石之次玉者，按河图云流州多积石，名昆吾石，炼之成铁，一作剑，光明昭如水晶，按自或作昆吾。注11集解徐广曰真因古咸反，翁因乐皆次玉者，因按汉书音译曰玄丽，黑石可用磨者。注12集解徐广曰14玉，因按汉书音译曰石石，出雁门，武夫出长沙也。注13所引司马标云会香草也，本草云会草一，名会。广志云熏草绿叶紫金，魏武帝以此烧香。今冬夏 TG 2041，田有此草，今叶似麻，其华正子也。注14集解汉书音译曰衡，杜衡也。其状若葵，其臭如坚无枳，白芷若杜若，所引张一云衡杜衡，生下田山，按山海经云天地之山有草，叶如葵，臭如迷无，可以走马。博物志云一名土性，其根宜似细心，叶似葵，故要对异味，似细心是也。兰张一云秋兰，芷若张一云若，杜若芷白芷也。本草云一名外，提苍云其曰外，晋曰萧，自陵曰外阴昌亥反，又阴昌离反，萧因火交反，
本草又曰杜若，一名杜衡。今杜若叶似姜而有纹理，今叶皆有长毛，古今名号不同，故其所呼别也。注15所引广雅云乌篷。射干，本草名乌扇。注16所引琼琼。司马彪云：琼琼似蒙本。郭璞云：今溧阳乎未将离。淮南子云：夫乱人者，若琼琼之于早本。注17集解徐广曰：伯阴脾卧反。阴暗，汉书音译曰姜、梨、香草、迷吴，其旨也。四蛇床而香，诸浙、甘蔗也。伯且穰河也。所引无路曰临海县海水中生姜梨。正清四乱发，即离骚所云者是也。广志云赤叶红华，则与张伯所说又别。按今琼琼苗曰姜梨，绿叶白华，又不同。孟康云：迷吴，其旨也。四蛇床而香。樊光曰蒙本一名迷吴，根名其旨，又要对以为迷吴一名姜梨。琼琼苗也，则琼琼蒙本姜梨迷吴并相似，非是一物也。诸浙，张一云诸浙，甘蔗也。伯且，上因并伯反，下因子于反。汉书作八且，文引云芭蕉也。郭璞云伯且，穰何属？未知孰是也。注18习解因疑迷。注19所引司马彪云暗眼。雨下，谭曼，平伯也。眼 TG 2042。因译战反。注20集解郭璞曰：乌山今在建平乌县也。注21集解徐广曰：真阴真，马兰也。方，或曰草，生水中，华可食。立阴立一反。草，四仆。阴暗，汉书音译曰包，标也。所引真兮，阴真思二阴。孟康曰真，马兰也。郭璞曰真，酸姜，江东名乌真。西，汉书作丝，孟康云丝。和，似燕麦。皮仓又云生。水中，华可食。广志云凉州地生西草，皆如中国燕麦氏也。注22集解徐广曰：薛阴先解反。阴暗，汉书阴亦曰薛，赖蒿也。沙，皋侯也。清凡，四沙而大也。阴凡。注23所引其碑诗，碑阴毕，碑下也。注24集解徐广曰：乌桓国有强。四蓬草，实如葵，子10月熟。阴暗，汉书音译曰藏。四乱而叶大。浪，浪，为草也。坚，连也。家，庐也。所引藏浪。郭璞云狼尾。四毛，蒹葭因蒹葭。孟康云蒹葭似庐也。郭璞云坚，美也。四冠而细小，高数尺。江东人呼谓坚蒿。又云家，庐也。四尾而细小，江东人呼谓乌鸥。乱鹦鹉换反，美因敌。东墙，按序汉书云东墙四蓬草，实如葵子，11月熟。广，志云紫色青黑。河西与云带我东墙，常我白梁也。注25所引雕壶，暗谓孤米。注26集解徐广曰：生水中。所引郭璞云孤，讲也。庐，为也。注27集解汉书音译曰：烟驴，蒿也。宣玉，有草也。所引郭璞云安驴，蒿，子可疗病也。宣玉生水中，
今扬州有也。注28集解郭璞曰图，画也。PG 2043。注29正义郭注山海经云交，四蛇而四公，小头，细颈，有白鹰，大者数十为，卵生，子如一二狐瓮，吞人，驼，似蜥蜴而大，身有甲，皮可以冒骨。注30正义四资兮，甲有文，出南海，可是器物也。注31集解郭璞曰临在山北阴地。注32集解郭璞曰骈，树也。四子，戊，叶四桑，豫章，大木也。生7年乃可知也。正义按温活人云玉，金之枕木也。章，金之章木也。二木生至7年，枕章乃可分别。注33正义郭璞云贵，似枇杷叶而大，白花，花而不着子，从生岩领衔，无杂木，冬夏常青，按金珠四有。桂树，叶若枇杷而小，光净，冬夏常青，其皮不忠实，盖二色。桂树。注34集解阴按郭璞曰木兰。树，皮心香可食。正义广雅云四桂，皮心可食，叶冬夏荣，常以冬华，其实如小干是，心美，男人以为美也。注35集解徐广曰过阴符立反。汉书音译曰离，山离，诸阳，是阳也，所引诸阳。郭璞云是金柳，生水边，而雅云称河柳是也。注36集解徐广曰隐阴隐，阴按汉书音译曰隐，隐藻也。注37正义小曰菊，大曰柚，树有刺，冬不凋，叶青，花白，紫黄赤，二树相似，非成也。注38集解徐广曰阴渠柔，正义渠阴渠，柔阴，柔，皆猿猴类。注39集解郭璞曰鸢雏，凤属也。孔，孔雀，鸾，鸾鸟也。汉书音译曰腾远，鸟鸣，射干，似狐，能圆目，所引孟康云腾。TG 2044。远，鸟鸣，飞也。司马彪云腾远，公也。郭璞云腾贡，龙属，能兴云雾。张一云射干，似狐，能圆目。注40集解郭璞曰万言，大寿，长百旬，初，四，离而大。汉书音译曰按，狐地野犬，似狐而小也。所引郭璞云万言，大寿，长百旬。张一云初，四离而大，按，狐地野犬，似狐而小，黑晦，应少阴言，为朝一阴暗，邹诞生阴苦兼反，谐音，是。注41正义4，状如水牛，象，大寿，长鼻，牙长1丈，俗呼谓江州，西，头四周，一角在额。汉书无此一句，于是乃始专诸之伦。首革此兽，楚王乃驾巡伯之祀，一乘雕玉之鱼，米于须之挠瞻，二以明月之朱旗，三见干将之雄戟，四左乌豪之雕弓，五右下服之进谏，六阳子参乘，先阿为玉，七按节未书，八极麟角兽，麟穷穷，踏巨须，九翼野马，而丘陶图，十乘移风而射游骑，11树身七立，12赖动标志，星，
留停疾，弓不虚发，终必决字。13动胸达意，决乎心细。或若羽兽，言草必地。于是楚王乃米节陪回。14翱翔荣羽。15览乎，殷灵。观壮士之暴怒，与猛兽之恐惧，矫骨凡兽躯。16单笃息物之变态。注意集解汉书音译曰：寻，饶也。伯，如马，白身，黑尾，一角，巨牙，食虎豹，饶而驾之，以当驷马。注两集解郭璞曰：以海鱼须为流经。言挠若也，通国位，瞻也。注3集解汉书音译曰：以明月珠坠是旗。注4集解汉书音译曰：干将。韩王见师，雄己，湖中有喜，干将所造也。PG 2045。所引应少曰：干将。无善也者信。如纯曰：干将。帖所出。晋卓曰：何驴助干将见？应少说是。方言云：己中小节次者，所谓雄己也。周楚封土记云：己谓武兵，雄也。喜因惧。按周礼也是谓歌。胡三之。注云：胡，其节也。又礼图为己之取下谓胡也。注无所引乌号之雕弓。皇帝上仙，偶臣举弓报之而号。见封禅书及交祀志文。韩诗外传云：公公之妻曰：此公大山南乌号之浙。按怀。男子云乌号，浙桑，其才兼进，乌栖其上，将飞之进复起，号乎其上，伐取其才为公，因曰乌号。古史考风俗通，皆同此说也。注6集解徐广曰：为朝云下，下义也。史氏名曰福。吕敬曰：不差谓之福也。所引按下义。善射者，右福，见士之名，故云下福。右下后是有良公名樊若，其始亦良，即樊若见福是也。注7集解汉书音译曰：养子，先人临养子，先阿，越狱也。为昭曰：养子，古贤也。所引服前云：养子，先人临养子也。张一云：养子，伯乐也。孙阳字伯乐，勤妙，功臣，善御者也。服前云：先阿谓越狱。或曰美女角好貌。又乐产曰：先阿，山名，有女子处其言。月历言度，月入，月中，因名月狱也。注8所引郭璞曰：言顿配也。司马彪云：按配徐行德，节，故曰按节。马足未斩，故曰未书之也。义曰未得也。注9集解郭璞曰：穷穷，驷马而色青，巨须及穷穷，变，文户言之。穆天子传曰：穷穷巨须，日走500里也。注10集解徐广曰：丘阴锐，因按郭璞曰：野马，如 PG 2046。马儿小，陶图，驷马，丘，车轴头，所引摇陶图。上因谓摇，车轴头也，为车轴冲杀之。陶图，野马。注11集解汉书音译曰：移风，千里马，尔雅曰归，如马，一角，不角者，其也。所引吕氏春秋云：移风之城，古。今注云：秦始皇马名。为昭云：其如马，一角。尔雅云：归五角曰齐，非麒麟之，齐，归阴兮。
注12集解徐广曰：七因七见反，立因立亦反，因案。汉书音译曰皆即貌。注13集解为昭曰在目所指，终必决于眼字也。注14集解郭璞曰或云节，今之所障性节也，所引思。马彪云米由低也，或云节，今之所言障节性节也。注15所引郭璞曰言自得。注16集解徐广曰古凡音句，因按郭璞曰古凡，皮疾也，屈近也，言受有倦有者，则绞而取之，所引角膜受屈。司马彪云角遮也，膜倦也，未遮其倦者，膜因句，屈因屈。说文云膜劳也，燕人为劳为膜，角因骨摇反。于是正女漫姬，一被阿袭，二于柱稿，三兰仙罗，垂雾狐，四臂肌牵皱，迂徐委屈，欲挠膝骨，五纷纷飞飞，六阳一续消，七飞先垂梢，八浮羽衣米，九控霞翠菜，十下摩兰蕙，上浮羽盖，错翡翠之微蕊。11妙绕玉虽，12飘忽忽忽，若神仙之仿佛。13注意集解郭璞曰漫姬谓邓漫，姬妇人之总称。正一文引云郑国出好女，漫者其色里漫则也，如纯云正女下姬也。漫姬楚武王夫人邓漫。PG 2047注两集解汉书音译曰阿系曾也，习不也，正义按东阿出曾也。注三集解徐广曰于因于，正义于义也，为昭云。注之色若稿也，言云注之注也，稿先知也。注四集解郭璞曰言细如雾，垂以覆头。注五集解汉书音译曰必机，简则也，谦缩也，骤才也。其骤中文理，浮玉新曲，有似于溪谷也。所引小言云必机，今之群夷，古谓之素机。苏林曰迁骤，缩促之事也。骤因侧就反，则因差隔反，才因再代反，欲挠膝骨。孟康曰其骤中文理，浮玉新曲，有似于膝骨也。新自临因秋亦反。注六所引郭璞云一长帽，正义上方云反，下方非反。注七集解徐广曰宜因宜，衣袖也。因按汉书音译曰续消，才智茂也，所引阳宜虚消。张燕曰阳举也，宜衣袖也，虚消才智茂也。注八集解徐广曰先阴山，因按郭璞云先当一是烧既烧也。注九集解郭璞曰淮南所谓曾折磨地，夫与一为也。正义于因于一于其反，为正女漫姬侍从王者，扶其车舆而依米。注十集解汉书音译曰控匣，衣上张其也，翠菜医生也。所引孟康曰控匣衣起张也，为昭云匣因乎甲反，翠菜孟康云翠菜医生也。郭璞曰翠菜有翠尖也。正义匣活甲反，翠因翠菜。TG 2048千会反。注11集解徐广曰错因错，或作错粉翠蕊。
注12集解郭璞曰：虽所之以登车，正义言云：下摩兰会，未垂烧也；上浮雨盖，未非先也。欲虽，以欲是虽也。言非先垂烧，错兰翡翠之金幡，或绕玉虽也。张一云：翡翠大小亦如雀，雄翅曰翡，雌青曰翠。博物志云：翡身通黑，为胸前背上翼后有翅毛；翠身通青黄，为六，颌上毛长寸余青。其非则与名翠翡翠斐然，因以为名也。注13正义仿佛，言似神仙也。战国策云：正之美女粉白，带黑而立于渠，不知者谓之神仙。于是乃相与聊于会圃，一盘山柏素二上金题，言翡翠，设方壁，三围增出，先角狮，四翼白骨，连驾鹅，五双仓下，玄鹤家，六代而后发，游于清池，符文义，七阳桂蟹，八张翠，为剑羽盖，网菊帽，吊子背，九窗金鼓，吹鸣籁，10榜人歌，11声流呵，12水虫害，波鸿沸，涌泉起，奔扬会，雷石相击，朗朗散散，若籁庭之声，闻乎数百里之外。注一集解郭璞曰：辽，烈也。因辽，所引而雅云。萧烈曰：辽。郭璞曰：辽，烈也。又因辽也。注二所引盘丝帛簇，为昭曰：盘丝，匍匐上下也。簇，因素忽反。注三集解汉书音译曰：方壁，鸟，四凤也。所引司马，标云：方壁，山鸡也。许慎云：壁鸟也。郭璞曰：四凤，有光彩，英俊仪。李同云：方壁，神鸟，飞光尽天也。TG 2049。注四集解徐广曰：角鹰啄。注五集解郭璞曰：也鹅也。驾鹰家，所引驾鹅，尔雅。云书燕，鹅也。郭璞曰：也鹅也。正义谷，水屋也。驾鹅连未兼获也。鲍朴子云：千岁之骨纯白，能登于目。注六集解郭璞曰：诗云一言家之事也。正义司马，标云：苍似燕而黑，一乎谓苍阔。韩诗外传云：胎生也。香，鹤金云：鹤寿260岁则色纯黑。按一双苍髻下，又加玄鹤之上也。注七集解汉书音译曰：翼，水鸟也。画其象于船首，怀。男子曰：龙舟一首，天子之成也。注八集解徐广曰：音译，因案为昭曰：谢，辽也。注九集解郭璞曰：子执黑文也。正义毛诗虫于书云：背，水之介虫，大者行，因下朗反，小者未背，其白直如玉，子点未闻，皆成形列。当大者近1尺，小者7、8寸，经9针，交直以为杯盘食物也。或直传云被宝龟是也。注十集解汉书音译曰：窗，状也。赖，萧也。注11集解郭璞曰：唱赵歌也。榜，传也。音棒。注12集解徐广曰：乌麦反，将袭辽者，吉林谷，一起风岁，车暗行，其就对，是呼盈盈，班呼奕奕。二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，三伯乎无为，但乎自持，韶耀，知何惧而后御之。四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鱼，列歌伦翠，
自以为愚。5. 臣妾观之，其待不如。于是王默然无以应仆也。注意及解郭仆曰：灵骨，六面也。pg 2050。注两集解郭仆曰：皆偶形貌也。注三集解徐广曰：宋玉云楚王游于阳云之台，阴暗。郭仆曰：在云梦之中。注四集解郭仆曰：芍药，五味也。注五集解徐广曰：翠，牵内反，阴暗。郭仆曰：烈，薄，翠，然也。烈阴鸾也。乌有先生曰：是何言之过也？足下不远千里，来旷其国，一王西发境内之事，而被车骑之西，以出田，乃欲角力致祸，以于左右也。何名未夸哉？问楚地之有无者，愿闻大国之锋烈，先生之舆论也。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，而胜推云梦以为高，设言淫乐而嫌耻靡，妾谓足下不取也。必若所言，故非楚国之美也。有而言之，是张君之恶；无而言之，是害足下之幸。张君之恶而伤私义，二者无异可。而先生行之，必且轻于其而累，于楚矣。且其东堵巨海，二南有狼邪，三关乎城山，四射乎之。夫五伏伯谢，六游梦珠，七邪雨粟甚未临，八又以汤谷未界，九秋田乎青丘，十傍黄乎海外。吞若云梦者八九，其余胸中层，不地界。11若乃处躺龟尾，一方书类，珍怪鸟兽，万端灵翠，充任其中者，不可胜计，语不能明，气不能济。12然在诸侯之位，不敢言游戏之乐，愿诱之大。先生13又见客。14是以王辞而不复。15何谓无用应哉？注一集解郭仆曰：言有会旷也。注二所引堵，苏陵阴主，小舟曰堵，魏东有大海之堵也。注三集解郭仆曰：山名，在狼邪县界，正义山名，在密州东南130里，狼邪台在山上。注四集解徐广曰：在东来不夜县，所引张依云关阙也。于山上筑宫阙。郭仆云：言在山下游关，因管也。pg 2051。正义封禅书云：乘山洞入海，言上山关也。扩地至云城，山在莱州文登县东北180里也。注五集解汉书音译曰：知福山在牟平县，涉猎其上也。正义扩地至云：福山在莱州文登县西北190里，言涉猎其上也。福音福。注六集解汉书音译曰：海别之名也。所引岸其东复，云海傍曰伯，断水曰谢也。注七集解郭仆曰：宋之叟则名，正义州李直方世卿，州叟曰望珠，正玄云望珠，梦珠也。注八正义协卫东北皆之。扩地至云漠河国，古宿甚也。亦曰一楼，在今东北8400里，南却伏于1500里，东及北，各抵大海也。注九正义言右者，北向天子也。海外经云汤谷在黑池，北上有扶桑木，水中10日所浴。张依云日所出也。许慎云热如汤。注十集解郭仆曰：青丘，山名，亦有田，出九尾湖，在海外矣。所引郭仆云山名，出九尾湖也。正义服前云
青丘国在海东300里。郭璞云：青丘，山名，上有田，亦有国，出九尾湖，在海外。注11所引张一曰次梗也。郭璞云：言不绝有也。注12正义与魏尧司空，遍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兽，系魏司徒，夫五教，主四方会计，言二人犹不能明记其数。注13所引指子虚也。注14所引如纯曰见宾客礼待故也。李善曰言见，先生是宾客之也。注15所引郭璞曰父答也。吴世公听然而笑意曰处则失矣。其意谓魏的也。夫史 TG 2052诸侯纳贡者，非为财币，所以数之也。二封疆划界者，非为守御，所以进营也。三经其列为东藩，而外司粟甚，捐国于县，曰海而田，其余亦故未可也。且二君之论，不务明君臣之义耳，正诸侯之礼，图士争游猎之乐，愿诱之大，欲以奢侈相胜，荒淫相悦，此不可以扬名发育，而是足以贬君自损也。且夫其处知是又焉足道邪？君为笃夫具利也，独不闻天子之上临乎？注意即解郭璞曰听，孝茂也。所引说文云听，孝往。注两集解郭璞曰诸侯朝于天子曰数直，言数所直，见孟子。注三集解郭璞曰尽绝淫放也。左苍梧，右西极，一丹水更其南，二子渊尽其北，三中始霸产，出入京卫，四封号五辽绝六，迂于尾蛇，经营乎其内，荡荡西八川分流，相背而异态，西东西南北，食物往来，出乎交丘之阙，行乎周瑜之浦，八进乎桂林之中，九过乎央莽之野，十密乎浑流，顺阿而下。11复爱闪之口，处穷时，积堆齐。12废乎暴怒，汹涌滂沱。13必搏密谷。14 15横流逆折，转腾辟裂。16蓬壁沆瀣。17穹隆云挠。18弯扇交立。19余波曲翼。20独独下赖。21披阎摩雍。22冠杨志佩。23凌底助祸。24缠着25允坠。26战战27隐隐。砰棒轰散。28决决鼓鼓。是急鼎沸。29持波跳没。30鼓马票急。31悠远长怀。32急辽无声。似乎永归，然后号咬黄样。33安降徐怀。贺呼浩浩。34东筑大湖。35演一皮池。于是乎蛟龙赤螭。36旋稳缠离。37鱼花前托。3 TG 2053 8鱼屈纳。39见其四灵卓尾。振灵奋翼。前楚于深岩。于鳖欢声。万物熄火。明月珠子。地利江米。41属实黄杠。42水域垒科。43零零烂烂。彩色冰干。从几乎其中。鸿鹄素宝。神逼楚品。44相陈45郎。木。46凡物拥血。47公溜蛟庐。48偶伏乎其上。泛银泛滥。49随风淡淡。雨波摇荡。
眼宝草主。5. 灵煞蝶5一金枣。5二举绝灵偶。注意及解郭璞曰：西极，宾国也。见尔雅。正义文引云：苍梧郡属胶州，在长安东南，故言左。尔雅云西至于宾国未及，在长安西，故言右。注两集解汉书音译曰：丹水出上洛以岭山。注三集解郭璞曰：子渊所未详。正义山海经云：子渊水出根齐之山，西流注河。文引云：西河古罗县有子泽，其水紫色，注一子在县北，于长安渭北。注四所引张一云：罢出蓝田西北而入渭，产一出蓝田谷，北至灞陵入灞，灞产二水尽于院中不出，故云中始也。今渭二，水从院外来，又出院去也。今水出安定金阳县尖头山，东至阳陵入渭，渭水出陇西首阳县鸟属铜雀山，东北至华阴入河。注无所引风稿。张一云：风水出户县南山峰谷，北入渭，稿在昆明池北。郭璞云：稿水，风水下流也。注六集解郭璞曰：接水流冒，因绝。所引应少云：辽，流也；绝，涌出生也。张一云：又有绝水，出南山。姚氏云：辽，或作涝也，涝水出户县，北注渭，绝水，出杜陵。今名盐水，自南山黄子皮西北流注昆明池入渭。按此下文八川分流，则从今渭灞产风稿 PG 2054。辽绝渭八。晋卓曰：从丹水下则有9，从灞以下则7。按今绝既是水名，除丹子2川，自今渭以下是足8川，是经营乎其内也。又潘岳关中记曰：今渭灞产风稿涝绝，上林复所谓八川分流。注7集解郭璞曰：八川名在上。注8集解郭璞曰：交丘，丘名，言有言缺也。见楚辞，於益州名。蜀人云：见方言，所引伏前云丘名。楚辞曰：时交丘且焉止习也。按两山俱起，象双缺。如纯云：丘多交也。注9集解郭璞曰：桂林，林名也，见南海经也。注10集解汉书音译曰：山海经所谓大荒之也。注11集解郭璞曰：阿大陵。注12集解郭璞曰：穹隆。大石帽，堆，沙堆，旗，曲案，头，阴旗。所引郭璞曰：堆，沙堆，旗，曲案头也。注13集解凶音徐永反。永音永，滂音谱横反，命音谱败反。所引汹涌澎湃。司马彪云：汹涌，跳起冒，澎湃，相立也。涌，或作荣，澎，或作滂。注14所引司马彪云：必废，盛茂，密谷，去疾也。正，亦必薄密3音，密，于彼反。注15集解郭璞曰：逼侧比劫4音。所引司马彪云：逼，侧，相破也；密至，相泄也。郭璞云：逼侧比劫4音。注16所引苏林曰：流清极也。注17所引滂碧沆盖，盖，亦作泄。司马彪云：滂碧，水流生也；沆盖，徐流。郭璞云：古怒欲耿之王也。正，一朋，蒲朋反，碧，蒲密反，沆，
胡朗反，盖，胡代反 ，PG 2055。注18，所引琼重云挠。浮潜云，水玄还作泉也。郭璞云，水龙起回鱼也。注19，所引司马彪云，弯扇，辗转也。交利，斜曲也。因晚扇交利四音也。正义弯阴晚，禅阴扇。注20集解徐广曰，巫峡反，所引余波曲意。司马彪云，余波，后临前也。曲意，疏于深泉也。一阴烟夹，反。注21，所引司马彪云，独独，水生也。阴力。注22，正义批，白解反，言，司马彪云，批，反极也。庸，取微也。注23，所引至配。郭璞云，水洒散网，至阴丑至反。注24，正义抵阴歌，抵，水中沙为起出水者也。尔雅，云小指曰抵，或虚也。注25，所引上阴是战反，下阴是着反。说文云水小，生也。注26，正义允阴允，岁，直类反。注27，集解徐广曰，战阴审。注28，正义烹，披蒙反，傍，蒲黄反，轰，呼红反，散，苦盖反，皆水流谷露之声也。注29，集解郭璞曰，是阴冲力反，即阴气，所引，绝谷赤极。郭璞云，皆水为转系永茂，绝谷阴绝谷，是阴冲力反，即阴气。广雅云谷谷，绝流也。周成兰自云赤极，水沸之王也。注30，集解徐广，亦云西峡。注31，所引马，晋卓曰华给反。郭璞云，许力反，古马，急转王也。PG 2056。注32，正义放散茂也。注33，正义晃养二阴。郭云，接水无涯际也。注34，所引鹤阴鹤，号阴杲，诗曰百鸟鹤鹤。郭璞云，水白光网，鹤阴小，号阴号也。注35，正义太湖在苏州西南。注36，所引文引曰，龙子曰吃。张一云，雌龙也。正义吃，丑之反。文引云，龙子未吃。张一曰，雌龙也。二说皆非。广雅云，有角曰就，无角曰吃。按就吃皆龙类而非龙。注37，集解徐广曰，禅阴见。阴暗，郭璞曰炫，稳，为也。阴艮蒙，禅离未闻。正义炫，古邓反，稳，莫邓反。李其云，周洛曰尾，属曰炫稳，出拱山穴中。3月洛河，上，能渡龙门之县，则谓龙矣。注38，集解徐广曰，余阴于凶反。皮有文，出乐浪，前阴前，托阴托，多口余。阴暗，郭璞曰，花四连而黑。汉书音译曰，前四里而大也。注39，集解徐广曰，鱼牛也。曲，一作曲，阴榻，那阴纳，一作塔。阴暗，汉书音译曰曲，比目，鱼也。纳，题鱼。注40，正义见阴干，其阴其见，举也。其者，鱼背，上列也。注41，集解郭璞曰，米，崖也。所引地波江米。应少曰，米，边也。明月诸子生于江中，其光耀乃照于江边。张一曰，米，崖也。郭璞曰，地波，照也。
注释二级解郭璞曰：杠石黄色也。注释三级解郭璞曰：水玉，水晶也。注释四级解郭璞曰：素，素双，拿品，四压而大。TG 2057，长颈赤目，子干色也。所引宝阴宝。郭璞云：宝四焰，无后指，毛狮鸟兽书。云：宝四焰而虎纹也。正义拿品，竹玉二阴。郭云：四压而大，长颈赤目，子干色，辟水毒，生子在深谷涧中。若时有雨，明死者生子，善斗，江东呼谓竹玉。注四五正义郭云：相逞四伏而功高，有毛冠，辟火灾。注四六级解徐广曰：狼阴环，所引睡目。郭璞云：魏翔。小言云：金引衔游水鸟，大如鹿而短尾，其色红白，深目，目旁毛长而悬，此其玄目乎？睡阴玄。注四七级解徐广曰：凡物，一作帆物，庸阴容。阴暗，汉书音译曰凡物，夫也。庸写四物，灰色而积足，所引凡物庸渠。郭璞云：凡物，鸦属，庸渠，一名张渠也。注四八级解徐广曰：公阴真，水鸟也。溜阴丝，文，阴火交反，阴暗，汉书音译曰公溜。苍黑色。郭璞曰：蛟，鱼蛟也。公颈尾，卢，卢轴也。所引真曲，张一云真，曲似于虎而苍黑，邹旦本作螭溜也。注四九所引郭璞云：皆鸟任风波自纵票往。范阴，冯，范阴方见反。广雅云：范范，范范，福也。注武陵所引张一云：眼，复也。草丛生曰宝也。正义眼，复也。宝，一也。言或依草主而游戏也。注五一正义煞。书甲反，蝶，丈甲反，鸟食之生也。注五二级解郭璞曰：金，水草。吕氏春秋曰：太湖。TG 2058，知金也。所引郭璞云：金，水草，藻，从也。吕氏春秋曰：太湖之金。左传云：频繁运藻，运极巨，于是乎崇山隆耸，虽为嵯峨，一身鳞巨木，展颜参矬，二九微结孽，南山峨峨，三眼九四眼齐，嘴尾绝齐，五振息，通骨，六剪产钩毒，七酣亚或可，八命临别倒，九微魁平会，十丘须绝蜡，11引灵玉扇，12登降失米，13皮齿比质，14眼容银玉，15散浣一路，16庭高千里，米不备注，17言以绿会，18备以将离，柔以迷无，19杂以流夷，20夫解履，21攒利沙，22街车横栏，吕本射干，23子江24穰和，25真诚若孙，26先知黄历，27蒋续清凡，28步护洪泽，延漫太原，利弥广眼，应风披靡，瀑方扬，烈，29郁郁霏霏，西厢发月，西厢不写，三举碧帛，3灵